第27天，緬甸的潘泰人。潘泰人係19世紀清朝時期從中國雲南因為起義失敗，逃亡到緬甸做生意定居嘅回族穆斯林。當年佢哋獲准喺曼特勒第二大城市，亦都係一個古都，建造一座具有中國風格嘅清真寺，至今有150年歷史。清真寺將離鄉別井嘅潘泰人維繫住，能夠保存佢哋嘅伊斯蘭習俗。目前大約有3至5萬嘅潘泰人居住喺緬甸嘅北部。潘泰人當中仲未有福音工作。2021年2月嘅軍事政變同埋新冠疫情，使到福音嘅進入更加備受限制。要收嘅莊稼多，作谷嘅人少。神啊，我哋求你呢位莊稼嘅主打發工人出去收莊稼，進到緬甸服侍呢班嘅潘泰人，幫助啲工人揾到進入緬甸人同埋潘泰人社區嘅渠道。求神預備潘泰人嘅心田，讓神嘅說話可以落喺好土裏邊，結出更多嘅果子，有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我哋又禱告潘泰人可以透過自己嘅母語聖經，透過接觸有洞察力嘅信徒同埋工人，能夠經歷神你自己嘅道。我奉耶穌基督嘅名字祈禱，阿門。